头先来关心的，就是伫高雄的小港，有全台第一座超级电池的工厂，伫14透早雄雄传出爆炸，连暝就庆烟导火安尼烧起来，拢总是造成15个人受伤。因为这导火的所在呢是锂电池的成品区，所以消防局甲环保局拢伫现场监控，泉水来甲伊降温。也那市政府也针对小港6个里发出警告，提醒民众在门窗都要关好吧。 阵阵的乌烟一直冲对天顶去，看起来非常的惊人。小港区一间电池工厂14透早5点外传出爆炸导火，消防局随出动46车、91人前往拍火。员工伫第一时间拢顺利走出来，无人受困。死亡过程中有12个员工甲3名经销人员送病院，加在拢是轻伤。员工讲因拢是大夜班的，唔知影火是安怎烧起来的，不过有听到爆炸的声音。就有一些擦挫伤。这个前面有做一些，前面有一些小爆炸嘛。电池其实说这个安全性上面的话是蛮危险的，所以说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彻底的调查，然后杜绝以后发生相关的事情。 因为火烧的是锂电池的新品区，消防局派出机器人伫火场泉水降温，环保局也派人伫周边侦测空气品质。虽然厂外检测的数字拢无超标，不过厂内部分也受测到氢氟酸超过标准。佮加上火烧的乌烟已经影响到小港6个里的空气品质。市府也发消息通知民众，爱关门窗，暂时唔通出去外口。县长跟周界都没有检测出相关有毒性化学物质。 那你用检资管在现场去检测，也是没有检测相关的氢氟酸或其他相关的物质。虽然火打熄了之后，它因为这个元素的关系，还会在不断的在复燃，所以这是它最困难的地方。但是基本上都是用水，出水线把它降温，然后让它的热能挥发完之后，那就可以火势就可以熄灭掉。 市长陈其迈强调，伫咧找出导火原因进程，会要求业者相关锂电池制停全部停工。后续也用上严格标准来追究业者相关责任。对此，3员人员回应，会配合市府的相关单位调查。针对意外造成地方的不安，因也感觉真失礼。记者柯家族张阳高永昌报道。